未来机器人嘛有亲像咱人同款，真敏感的触觉。中兴大海研究团队宣布讲，因成功开发出一种模仿咱人类触觉的智慧皮肤，其中的电子元件会当做甲亲像头毛遐尼幼，感应嘛真灵敏哦。未来嘛当用伫假骹、假手甲机器人的顶头。它一个压力石，给取讯号，然后讯号传到我们人工神经装置以后，经过神经装置进行过滤。甲手持伫咧感应装伫顶头，荧幕的部分就会当判断定位伫人类会当感受到的频率，可谓是装置内面的触觉感知器。国立中兴大学研究团队开发出人工触觉受器，唔会当感受到真轻微的压力变化，也会当有幼弱的触觉反应特性。力可以转换成电讯号，所以在电讯号里面的处理里面，我们就可以模拟像大脑它在处理外界刺激的一个讯号方式去做讯号的呈现。林淑萍表示，这款受器是模拟人类，主要是接受到这触觉的脉曲耳盘，除了会当将人类的感受频率精准定位伫咧11到12赫兹，也会当压制其他的杂讯，让受器变更较敏感。用过一个受器元件，大概是一支手机的大小，新的元件会当缩小1000万倍，敢若2支头毛的切面遐尼看尔。研究团队表示，讲这个应用会当大大的扩张。我们至少要模仿这个触觉的功能，那是手上所有的嘛，手上本来就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实现化。你要先能够 touch 到，那才能够 touch 到，然后能够理解这样子环境所带来的感受。那渐渐的，那后面当然有蛮多嘛，如何进到脑里面。林港富表示，透过受器分析出人类触觉系统的慢适应行为，会当将元件引导到电子皮肤、精密的手骨，也有机器人或者是电子手骨的触觉应用。透过材料和医疗科技的结合，让应用范围变更较宽。公司新闻综合报道。